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3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年开红盘，早盘冲破历史纪录，台积电捌冲到1935块，下晡收盘收伫咧33773点。行政院新春团拜院长杜英泰五目透过总统府长的午宴茶会，和行政院甲立法院化解对立。台股今仔日开红盘，开伫咧33663点，早盘是冲破34000点，破历史纪录。台积电开盘是1900块，上悬捌冲到1935块，起20块。因那下晡收盘，计共是起167点，收伫咧33773点。台积电1900块。不过美国关税又搁带来新变动，短期内起起落落，要可爱观察。迎接今尾年台股第一个交易日，证券投顾公司请财神爷跳加关，祈求新年开市大吉兆。早起9点，加权指数开红盘33663点，尾下就一直爬起嚟，早盘拔起到34000点，上悬34212点。因为过往这个新春开红盘上几率是超过70%，那除此之外，大概在15号之前，就元月15号之前，其实上的几率都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我想，未来这几天的话，台股应该都会比较偏正面。台股冲破34000点，搁再创新高点。宽达股台积电开盘1900块，逆转由乌变红，早盘拔起到1935块，起20块。另外像鸿海早盘拔起4块，上悬231块。广达虽然开红盘，不过盘边是起起落落，早盘上悬是起到288块半，南澳科气势正强，早盘拔起超过6%。台股看起来前景袂歹，不过受到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去年实施的全球性关税无效。那么，川普如果用贸易法第122条款，对世界各国扣15%的进口关税，和股市有一个新的变数。122的不确定性哈，那基本上来讲，可能对于一些相关的产业，它有产生一些不确定性的影响。虽然是个挑战哈。但是我们也对我们的产业是有信心的。台北股市它是面临在一个历史相对高档啊，投资人的情绪呢会很容易因为一些利多或者是利空消息就会放大反应，所以呢，在这个情绪过度被放大的过程当中呢，让其台北股市的波动也相对比较激烈一些。分析师认为，台股伫短期依然受到政经局势，也有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的影响，可能会出现短期震动或者是扭回。接落来也要看有关 AI 营收的表现加那些人较有机的表现，台股的盘边就会较好。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台南中西区的成功国小校舍重建7年，新的总算是启用啊。这时间这段期间，学生是伫咧文献国中的教室上课，对这嘛已经真有感情。今仔日就承办校方巡礼公祭会，未来300位师生会当回去家己的学校上课，因嘛真期待。开学第一天，台南市中西区成功国小56年的学生展开校方巡礼，哪行哪向英过捌上课的教室的手再会，因为学生因23要回去因家己的学校上课啊，家长甲学生拢欢喜甲足期待。在那边有一点感情的啊，所以离开也有一点伤心。我觉得新的城管很棒，然后我希望可以在这里留下好的印象。我为他们感到高兴啊，可以用到这个新校舍，还有新设备。其实我们有去参观过，学校真的就是设计得很好。成功国小校舍重建工程，因为学到历史遗故，煞牵着时间，再加上消防安全出现欠点，工程经过7天半总算完成。这期间校方嘛借用文献国中教室上课，这阵国小师生要回去因的校舍，毕业的校友嘛，给因满满的祝福。都整理得很新，然后我们都没有上到，很多届都毕业，然后现在才回去。他们现在回去会不舍吗？有一点，就会怀念以前教过的老师。这新校园结合现代建筑甲历史中学，打造文化参教育的学习环境。后来除了完善的教学空间以外，嘛设第200座的玉山图书馆，兼结合数位科技发展 AR 课程，要让学生透过科技观测运动场下面的清代台湾管事的遗构。配合中央的生生有平板的计划，我们是否在另外投入了2亿7千万来作为这个平板的载台？那所以让同学能够更早体验到这个科技教育以及 AI 教育的这个
能力。教育局讲，成功国小即阵全校300个师生，重新登来新校园，嘛向定成功精神代代相传。有明代是提醒，公共工程爱审慎评估承包商的量能，避免因为冒上侪案件影响品质甲进度。建议市府爱有相关的机制，未来会当确保工程如期完成。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在地消息来看，宜兰鹿东一间宠物店，那像是去互亚康这员工用手咧吹狗仔的颔棍攻液态。宠物店事后是回应讲，狗仔无伤到，迄个员工已经离职。官府是已经派人去了解情形，违法的开发。一只吉娃娃跍伫个人仔内，看到宠物店的店员真生惊，因为进前有民众看到迄个员工涉嫌虐待迄只吉娃娃。民众讲，迄只吉娃娃等2个月为大，一开始只是伫笼仔内噗噗跳，就互店员用手机弄玻璃，佮直接开门伸手带来甲伊掟颔棍，一直到吉娃娃喙完全无法度振动，过程持续超过10秒钟。这篇破文伫网络顶引起网友对宠物店的谴责。我们已经跟店家做了联系哈，那店家已经把这一只动物呢送动物医院去检查。那目前检查的结果是没有受伤的这种情形。县政府表示，已经初步联络宠物店，23嘛前往了解情形，后续会请涉案的查甫过去说明。若有虐待行为有造成动物受伤，依照动保法，这个查甫会当罚款3000到75000，嘛要求宠物店限期改善。若无改善，嘛会当依照动保法开罚。若宠物店事后嘛发文，吉娃娃送医了后已经无要紧，涉案的查甫嘛已经家己辞职。往往都会被轻判，然后就是举证比较，因为动物不会讲话嘛，它不会自己搜证跟举证。针对宠物店发生虐待案件，有动保人士认为，动物袂晓家己表达，公部门要举证有困难，要对涉案人依照动保法开罚。伊较早的经验应拢发袂到，也是爱不定时的稽查，才会当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而下晡有民众伫咧海拔3717公尺的合欢山主峰，看到有人咧耍飞行伞，怀疑这是违法的。不过管理处赶到位的时阵，这人是已经无伫咧遐。提醒观众朋友，这款行为若是去危害到公共安全，相当是爱食3000块的罚单。民众爬上合欢山主峰，原本想要享受旷快的山景，不过少有人伫遐咧飞飞行伞。时间是2日下晡3点左右，飞行伞的操作者对天顶看落来的山势角度甲地面无同，不过嘛，互摄影的民众质疑，安尼的场合使用飞行伞是毋是有合法？而且迄阵山顶风势真强，摄影的民众拢去强风吹甲已经流鼻水，而且操作飞行伞的安全性嘛使人烦恼。目前片面了解是外国的飞伞，但是不知道它是从哪里起飞的。对，那只要有气流的话，飞行伞本来就可以越飞越高，应该是无动力飞行伞啊，因为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螺旋桨啊，或是有那个动力的装置在上面。有飞行业者表示，无动力飞行伞无受到民航局管理，只要无伫飞机的航道顶飞就会使，这个关度嘛无问题，不过需要专业证照。飞行者嘛爱家己负安全的责任，而且太管处表示，直接就通知着前往调查，不过已经无看到飞行伞甲行为人。在国家公园范围内，如有危害到公众安全的行为或活动，将依国家公园法第13条第8款及太鲁阁国家公园区域内禁止事项规定，最高可罚新台币3000元罚款。合欢山主峰海拔3417公尺，当地属于国家公园区域内，加上气候甲风势多变，地势嘛真惊，而且操作飞行伞的风险嘛相对提高。太管处表示，目前当地和保七警方追查行为人，若有危害到公众安全的行为也是活动，将会依照规定上悬罚3000块。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时放炮闹热，不过屏东的放山说是连续2天有民众骑乌多摆沿路放炮这炮安尼乌白冲实在是真危险。警方讲这款行为是违法的，加上迄个人佮冲红灯无戴安全帽，已经知影因是谁，会甲因开罚单。两个查甫人骑机车相载，坐后壁手提炮哪骑炮哪飞。同时，阁有2台乌多摆咧放炮有的对天顶飞去，有的射对路人，看起来足危险。附近民众讲，过年闹热一个无要紧，但是炮唔通乌白放。
你放炮你个找一个较好所在放炮，你唔好安，就喺啲美相嗰度啲外面舞龙。系啊，喺看嚟講是恁家的啦。我較不熟。怕炸到经过的车子吧，哎呀，然后那个这边小朋友也蛮多的吧，哎呀，老人也蛮多的。房山凤港的民众讲，代志发生伫过年初三、初四左右，有2天暗时啊，拢听到炮仔声，但是一个就停啊，是较惊囡仔去惊到。警方讲，安尼行为有违法的疑虑，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哪骑车哪放炮啊。目前未接获相关的报案或民众的检举。影片中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若该行为触犯其他违法的刑事，后续将依法就办。收啊，安尼过啊，唔知想无看到面。啊，假讲唔是敢若一件尔。我是看到2遍。过年时啊，就拢听到炮仔声，是较正常的啊，系啊。因为影片有翕到车牌，警方表示嘛已经掌握当事人的身份，会请因到派出所说明。另外，针对机车冲红灯含无伫安全帽违规的部分，确认事实嘛会开罚单。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政治消息来看，行政院今仔日新春团拜，面对台美关系的变动，院长杜永泰是表示讲，会争取维持上优惠的待遇。伊嘛希望讲，会当透过总统府招的5院地会，和行政院甲立法院化解对立。也若是在野党、国民党是呼吁执政团队都爱公开关税谈判细节。新春发福第1也透露，对美国关税变局的烦恼，行政院长杜永泰强调，之一就甲行政团队为下晡开7点钟会议讨论情形，真紧的对外说明后续的动作。美国的大法官的判决对于我们的已经谈好的 MOU 跟232的最优惠的这个待遇并没有改变，这个基础我们要争取，也必须马上跟美国确认它后续的一些其他法律途径。7次开工，杜院长伫新春团拜也讲到，帅气爱努力，互经济成果甲全民共享。不过中央甲地方爱比过去更加充分合作，尤其行政甲立法院爱化解过去存在障碍，希望透过5院斗阵临题，互经济停落来。春节连假后的第一个上班日，总统赖清德随即在府内大礼堂与立法院长韩国瑜等5院院长新春茶叙。虽然他先前表示不会预设这个谈话目标，但是台美关税的不确定性，政府要如何因应，预料也将成为焦点。今天的茶叙也必然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啊！我很感谢韩国瑜院长，人还没有到，声音已经先到了。用一个话字来点出今天茶叙的方向。因地闭门进行，民众党立院党团总调陈清荣表示，那总统放弃成见，好好甲在野党启动对话，相信问题拢会解决。国民党团呼吁大总统应该公开说明关税谈判细节。在最高法院还没有判决之前，已经先行签约，所以不止要把台积电的生态系完全送走，还有这么多不确定因素，包括农林渔牧。包括美猪美牛，全部包括内脏，全部要进到台湾。民进党政府完全没有任何回应。至于台美贸易协议会不会送到立法院，现在行政院3缄其口。对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对中关税无效，甲川普了，佮宣布对全球扣15%关税，那也提出重新谈判的选项。另也表示，应该就影响部分的协商，也呼吁政府透过技术性法律衔接，确保协定能继续发挥效力。记者综合报道。本地咱和美国的关系是已经超好15%，而且乌蝶咱唔免扣关税，咱将有竞争优势。不过，即阵 Trump 煞是佮宣布全世界的产品销美国要扣15%，这款变动就互咱的兰花业者唔知影要怎应对。除了家己调整布局、分散风险，嘛呼吁咱的政府赶紧了解美国政策。今年台湾国际兰展伫咧27开幕，正兰花业者嘛伫咧布置。不过伫咧展览筹备的过程，产业却面临政策的改变。过年之前，政府才宣布要争取咱台湾乌蝶兰销为美国关税降做是0，而且凭主要的竞争对手荷兰15%更较好，互看作是提升咱台湾兰花伫咧美国市场竞争力的好消息。不过消息公布无偌久，煞出现变化，业界拢足关心。对，还不确定，连美国政府那边都讲得不清不楚了，我们也不清楚说到底会是怎么样。这1年来，大家的脚步都已经开始在有往外在扩散了，不会说一直在冲美国线这样子嘛。
所以在这个过程的调试当中，业者也不断调整他们过程的产线，然后我们对开发市场这方面呢，其实也不断来做一些调整。那如果说，其实以我们过年前大家所谈的一个零关税的，如果后续能够维持这样，其实以这一次的零关税的形态，其实对台湾的产业反而是我们是最有优势的。去年已经受到美国关税冲击，今年才积极布局多元市场。不过 ，Trump 对顶关税，互法院宣布违法。美国宣布要对全球进口产品扣10%关税，了后佫调到15%。业者希望讲政府会当赶紧了解政策的倾向，会全力配合，为着强化竞争力。今年第22届台湾国际蓝展头一摆结合华贵科技展2个展览斗阵办，希望用创新甲科技，让世界看到台湾花卉产业的竞争优势。我们把科技的元素结合我们花卉的能量，我们也把艺术、也把文化、也把科技，甚至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其实都结合到我们蓝展这方面来。面对美国关税政策车破饼，业者敢会当继续调整脚步，甲市场的风险分散。所以今年嘛积极布局多元市场，特别邀请欧洲、中亚等等30个国家参加展览，拓开新的通路，嘛让世界看到台湾的软实力。记者综合报道。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澳洲的海军护卫舰土欧巴号是连续2天通过台海，中国钓卡当地全程跟踪监控。不过，咱的国防部是回应讲，这台海是国际水域，大家国家拢有航行的权利。另外，立法院是甲卡关的国防特别预算来做新会期的优先法案，不过在也是已经表态未通过行政院的版本。澳洲军舰用具体行动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外媒路透社报道，澳洲主力海军护卫舰土欧巴号伫过年期间20甲21连续2天行通过台海。澳方指出，土欧巴号例行通过台海是印太地区区域部署的一部分，引起关注。针对台湾周边海空动态，本部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均能有效掌握。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各国均享有自由航行权利。国防部强调，台海是国际水域，各国拢有航行权利，引起中共不满。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表示，共军全程对咧监测。路透社指出，台海周边军舰出现的频率甲个别，对地缘政治的变化产生改变。学者分析，美国联手盟友反制中共，想要伫台海强化这海权。一方面，其实也是在监控中共有可能对澳洲的一些其他国家，澳洲也好或其他国家的船只所进行的行动；二方面也可以去象征我们对台湾海峡依然去拥有掌控的权利。另外，国军对美军个案在亚甲国防特别条例10来10改。美国合党派议员表达严正观察，立法院调也同意伫新会期加列做优先法案。美国总统川普传出可能会通过第2波对台军售。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若美方正式对外宣布，民众党会再修正版本。我那时候在美国，我就问美国人说：“那我们要不要等？要不要等你第2波？”哦，对，那他们说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确定。我们尊重美国的民主程序，美国可不可以尊重台湾的民主程序？那至于武器怎么购买，那有没有实际上然后提振到我们国际的战力？这个就是最后的一个考量。甚至更恶心的是，黄国昌在休会之前也只通过他们自己民众党团的版本，所以对于国防预算，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心要支持？国防特别条例敢会当第3月通过？黄仁表示，国民党版已经做上尾的整理，未来进入审议阶段，会甲民众党版协商。若被呛声未通过正义版，但被如呼吁条也爱团结一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佛州的海鸥庄园，伊受一个21岁查甫人也穿冲入警戒区，去互执勤人员弹死。事发迄当阵 ，Trump 因翁仔某拢无伫咧遐伫白宫，案发的动机爱搁查。联邦调查局 FBI 当咧请海鸥白庄附近的居民登去看家己厝邻四周围监视器录到的影像，找可能对调查有帮助的资料还是信息。因调查人员当针对这位已经防弹死来自北卡21岁男性做撤销档案，以犯案动机有关的调查。The security detail detected that a individual had made his way into the inner perimeter of Mar-a-Lago. A deputy and 2 Secret Service agents on the detail went to that area to investigate. They confronted a white male that was carrying a gas can and a shotgun. He was ordered to drop those 2 pieces of equipment that he had with him, at which time he put down the gas can, raised
the shotgun to a shooting position. At that point in time, the deputy and the 2 Secret Service agents fired their weapons and neutralized the threat. He is deceased at the scene. 最后发生伫日期大约半暝1点半，苏当时总统川普甲夫人伫白宫，调查人员确认死者是21岁，来自北卡马汀。以前几工仔互亲人报案失踪，调查人员相信伊伫驶向南平的路途当中，舞着线大枪。Were any words exchanged between the officers and the suspect? Only words that we said to him was drop the items, which means the gas can and the shotgun. But the suspect never spoke. He put the gas can down and pointed the shotgun at the officers. Was the shotgun loaded? I don't know. 美国当发生政治爆料，这个案件地点甲川普2024年9月拍山桥的时，有人想要甲伊暗杀的西藏树摊俱乐部，干那几公里。苏当时59岁男性罗斯德提步枪伫威南外口上准川普，不过落尾是防阻挡。这个月初防判无期徒刑。原来川普当年竞选期间伫宾州造势，互20岁科克斯枪击，造成这名耳孔受伤。科克斯落尾是防大死。公司新闻5年编译。墨西哥宣布因掠到头号通缉犯，也就是全球上界大的卖毒集团的头人欧塞奎拉。不过，伊是已经伫咧军方的攻坚行动当中当伤死亡。这头人死亡，就引起卖毒集团的成员不满，世界放火抢劫报复。欧塞奎拉过身的消息传开了后，伊所传领的卖毒集团哈里科新世代动物开始伫墨西哥关达11个州放火报复，武装分子伫公路小巴士安路上，佮甲安全部队激烈冲突，点加防放火洗劫，别将民众惊甲唔敢出门。Mira, ahorita toda la gente estamos asustados. Nadie queremos salir. Ahorita casi nada más para lo más necesario. 这个行动由墨西哥国防部甲国民兵主导，伫哈里斯科州开始突袭，片名金毛的欧塞奎拉伫激烈交火中受重伤，军方赶紧想要将伊送去首都墨西哥市抢救，不过伊犹原是伫半路翘去。欧塞奎拉的死，互看作是墨西哥总统死运包裹的重要政绩，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几6摆威胁，若准墨西哥无法度展现掠夺的决心，会采取军事介入，或者是加收关税，加上美方提供详细证据，锁定墨西哥行动。当地报复行动也未平息，美国国务院嘛发布紧急理由警示，要求当地美国公民原地避难。Entonces, yo considero que si es por seguridad, pues está bien. ¿Para qué arriesgarnos? 60岁欧塞奎拉少年时捌在美国，为1990年代开始参与卖毒，转去墨西哥了后加入警察，然后搁投入卖毒。这几年无人知影伊的行踪。就算讲美国国务院开出关达1500万美金，差不多代表4.8亿的现赏金，搁将伊列做全球特别指定恐怖分子。不过伊犹原是长期闪过队列。欧塞奎拉的死，毋但是墨西哥扫毒战的大胜利，嘛斩断当年走私去美国价值数十亿美金的可卡因甲芬坦尼的起草。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美国派军队过中东太平，甲伊朗施压，要求伊朗放弃核武器。现在美国是真正发动攻击，伊朗已经甲美国咧谈判。上新的消息是，这伊朗有提出一寡要求，因讲若是美国愿意答应，因就愿意让步。伊朗的外交部长拜示会搁甲美国的特使见面。针对甲美国的谈判，伊朗表示已经准备要对核计划做出退让，来交换解除制裁甲承认做浓缩铀的权利，目的就是要避免美国发动攻击。伊朗当局认真咧考虑要将一半高纯度的浓缩铀送去国外，其他的拢透保，而且参与建立区域性的浓缩联盟。Of course, we continue our negoti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working on the elements of a deal and a draft of the text. So I hope that when we get there, we are prepared to talk and negotiate on those drafts. If the U.S. attacks us, that is the act of aggression. What we do in response is the act of self-defense. 一位伊朗的高级官员甲路透社讲，美国甲伊朗最近2届谈判，犹原是无共识，甚至伫解除美国制裁范围甲顺序拢超袂好势。伊朗外交部长安松26要会见美国的特使。The president asked me that this morning, and I don't want to use the word frustrated. It's almost because he understands he's got plenty of alternatives. But it's curious. He's curious as to
why they haven't, I don't want to use the word capitulated, but why they haven't capitulated. Why under this sort of pressure with the amount of sea power, naval power that we have over there, why they haven't come to us and said, we profess that we don't want a weapon. 美国海军的福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温斯顿区根尼号飞弹驱逐舰正咧通过迪波罗德海峡，再往中东的方向。福特号航空母舰顶礼拜五，互人看到进入地中海，这是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大规模军事集合的一部分，也就是要对伊朗的核弹盘来进行军事施压。本新闻吴文玲编译。过年连假自费旅游南来北往，感冒病毒就较到小位。今日早起9点，台大病院的急诊台床人数就已经有100个人啊，南口中家病院嘛有88人，各地头的地方诊所嘛有袂少人去看医生。诊所挺好看诊区，透早人就吵，开工头一天已经有袂少人因为身体无爽快来看病。小朋友有发烧，然后主要都是流鼻水跟胃咳这样子。对，大人就是可能是流鼻水跟鼻塞。应该是诺诺，然后就因为前天都没开，所以就今天来。像我今天就看了很多气喘的病人，他因为天气冷热不定的，他诱发他的气喘，或者是鼻子过敏。我就一直打喷嚏啊、咳嗽啦，咳嗽会喘啊。为着避免病院急诊塌掉咧，卫福部今年要用16亿奖励医疗院所，伫咧过年期间继续营业。不过年假结束，挑战当要开始，因为有一寡出国的民众返来台湾，还佫有带中南部的要返来北部，病院急诊等床的人数开始变多。根据健保署统计，23透早9点，台大病院急诊等待转院的人数已经有100多人，南高中家嘛有88个人，其他像讲三总、台北马街等等急诊等床的人嘛超过20人。春节的时候，一些原来休假的病房是打开给急诊收治使用啊，可是现在都已经全开啦，所以就是照原来收床的规则在收床，所以我们会持续收床。台大病院表示，今年过年期间头一摆启动公床制，该用过专科病房限制取消，由中央统一调度空床，只要急诊有住院的需求，无分科别会赶紧甲病人安排备床，减少病人倒伫咧急诊走廊的状况。病院嘛会继续备战到3月底，呼吁民众小病就去基层诊所予医生看，甲医学中心的资源留予急重症的患者。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消防局统计，对29暝前1天到初5这7天当中，车祸救护的案例是增加的，真有可能是连假长、塞车、驾驶疲劳、分心所引起的。昨已经连假的上尾天，甚至还有一件车祸浪港的案件，警方也在追查。日至春节假期最后一天的尾盒啊，台东市地本路2段车路顶悬倒一个骑机车人，消防救护人员赶来救援，附近监视器录到骑机车人好亲像好一台高速咧驶的小轿车为后边冲撞，了后小轿车也无停下来，好在在后边佫过来车，无过弄到倒落去的机车骑士。他在后面的时候就是突然开很快，因为我听到引擎声看起来不像是就是要减速的样子。警方目前要在调查逃走的车。警方统计，今年春节过年9天的假期，台东的车有55万3000多台，比去年春节9天假期加出3万7000多台。车祸案件确实也增加。台东县消防局是公布，为15到21将会初5的车祸救护案件有68件，比去年同期52件加16件。回溯原因可能是假期较长，来车多造成塞车，赛车人较袂专心。主要是那个长假的效应，然后初3和初4的车祸救护案件又较往年还要多。台东县消防局呼吁山区还有27连续假期，民众赛车出佚佗要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唔通长途赛车，避免疲劳赛车发生车祸。记者综合报道。新正年头，除了出国旅游，嘛有真侪人会留伫咧国内佚佗。不过，所有民众伫咧台南大饭店，房间一暝6000外，煞随入去就看到家族的尸体，房间佮敢若拢无整理过共款。市府是已经派人稽查，若查到违规，会依法处理。大厅的碰椅边仔甲下边拢是4家座，来到房间，毋但杯仔这物件无够，面镜镜后面迄个垃圾，阳台甚至有装即个分散的塑胶杆仔。有网友20住伫咧一个旅宿集团的台南馆，不过环境设备让感觉刚气。它是潮湿的毛巾，4条全部摊开来看，全部都是有污渍的。
这个金额确实完全不符合我应该要有的住宿体验。就算是2000块、3000块，我觉得至少基本的卫生标准要能够达到。当然觉得不是，就不太 OK。当然会观感不好。房间一暗要6000多块，确实这款的品质，民众是无多来接受。关路交治报了后，也进行查机制，派人来检查旅馆营业卫生。若有违反相关法规，将依法要求改善，并视情节裁处。未来会持续加强旅宿稽查与辅导，确保住宿安全与品质，保障消费者权益。消费者住宿体验不佳，那我们也深感抱歉。现在正积极的跟住客联系，希望能够当面致歉。工作人员整理疫情的面巾，国内旅游近年来常常互批评，未少民众认为甲少数业者恶意起价，也是珍贵品质无好，这问题是真有关系。学者建议政府主管机关加强监督。价格是市场机制，但是政府可以去做的是针对消费者争议个数，或者是消费者认为他受到不平等待遇的这个部分，进行相关的消费纠纷的处理。除了加强消费争议处理，学者认为政府应对着一直传出争议的业者重点来检查，甚至公布这个不良店家名单，到时呼吁业者要爱惜家己名声，以免影响到家己的生意。记者综合报道。高雄高岭自然公园甲大庇湖风景区，这个年假人嘛吵，初1到初4到22万人出去游览。不过环保团体是真烦恼讲，这2笪是水源保护区，会去受到污染，呼吁市府都要恢复1天7000人进园的管制。大大机的石鼓卡对大庇湖游客中心的门窗伸出来，新式的种地技术，请侪游客来翕相。高岭自然公园甲大庇湖风景区拢总有7大大型的种地技术，特色高水的造景，和2大景点，敢若正月初1到初4都有22万人次来遮耍。不过，这款情形和环保团体看了真烦恼，因为这是水源保护区，人多车多，都代表污染源嘛多。自来水公司讲的，2013年9月24啊，他们发文说。这个限制7000人是为了保护高雄人的饮用水的水质安全。那你跟这种水质保护的专业单位的说法是完全冲突的吧？惊污染遮的水源嘛，所以买烦恼啊，上好有限制一个较好啦。加了初3一天，高岭自然公园入园的人数就破3万人次，大庇湖嘛有28000多。款团认为，2大大型场地开放，和民众行大是好代志，不过也要考虑到水源保护区的性质，建议要恢复人数管制。对此，高雄市公园处表示，已经有落实游客入园的管理规定，后续会看情形检讨改善。公园处强调，环境保护首要落实场域管理与行为规范，必将滚动检讨，兼顾休憩与环境永续。因为小时候常常来这边露营啊，对，所以很乐见就是这边变成像往常一样那么多人这样。那至于像你刚刚讲那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会有一点担心。市府去年7月接手大庇湖了后，就全面开放免费入园，佮加上高岭自然公园的开放，和2大景点串联起来，已经成做高雄的热门景点之一。民众欢喜看到大庇湖会当佮闹热起来，不过要安怎伫观光带动的时，要顾到环境的保护，需要有关单位好好来思考。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学生囡仔开学，中华关警察局加强这校园4库内的交通指挥，嘛结合妇幼队宣导儿少保护观念。学生仔对着护志工加警察指挥过车路，校门口嘛有侪家长送囡仔来上课。连续9天的年假结束，嘛是学生囡仔休寒结束开学的日子。有家长表示真欢喜开学咯，嘛有人讲今年年假休真久，早起囡仔嫌啊袂赴上课。有天觉得小孩赶快去上课。他手忙脚乱啊，囡仔叫袂起来。拜一除了是开工上班，嘛是学校开学。为着加强守护学生上下课安全，中华关警察局特别规划互动专案的勤务，伫辖区内学生较侪、交通较复杂的路口，配合老师家的护志工加强交通宣导，嘛结合妇幼队宣导儿少保护观念。本分局针对辖内28所国小，那特别规划警力、志工，那配合学校那实施上学的交通安全疏导。即摆上重要就是儿少性剥削这影像的问题吼，透过这寓教于乐这游戏当中，互因了解到咱这妇幼保护
甲交通的重要性。警方强调，保护学生除了交通安全，嘛包括网络环境加人身安全的防护。透过宣导，提醒学生爱注意网络交朋友的安全，提升自我保护意识。未来嘛继续针对校园附近的交通违规行为加强处理，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开工第一天，新竹科学园区附近的集福宫是真侪厂商开工会去拜拜土地公庙。早期这园区内底计共是有6间土地公庙，尾仔土地征收了后，就甲这6新土地公安伫咧这座新起的集福宫，也将做厂商祈求规年平安顺遂的所在。开工祭拜典礼开始。手举清香，诚心向土地公参拜。拜是开工的第一天，新竹科学园区厂商拢有一项传统，就是来这间集福宫拜拜，祈求规年顺利平安。这土地公其实蛮保佑这边的，所以每年一定都会来这里拜。过去早期新竹科学园区因为土地征收，就甲园区内6间土地公集中做伙，尾仔新起的这间集福宫，就变做一间庙内有6新土地公的土地公庙。这个庙的话，它有6尊土地公，它占了天时地利。如果是比这1-2年的话，香火确实又更兴旺。我们看这个点光明灯的啊，这些就是说就会来点光明灯的，这个表示他们对这个庙非常有信心。上班的第一天，联发科董事长嘛带队来这拜拜，讲到今年的业绩，感官对 AI 发展真有信心。今年啊，应该这个 AI 还是还是很热嘛，对，还是很热嘛，全世界都是 AI 已经开始在工作上大家都在用，所以开始从大量投资到进入实际上商业上，然后实际应用，慢慢产生价值。现场卖当看到有人专工穿乖乖来拜，祈求公司期待顺利运作，希望新的一年会当有好的业绩。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师大今仔日举行第15届校长交接典礼，超过300人到场见证。在教育部上处朱振章的感召之下，台师大校长校长吴正基将印信交予新任校长宋耀庭，校务正式交接。正伫新阶段，吴正基讲，8年时间过得真紧，过去几年面对各国环境剧烈变动，校方继续深化研究甲国际合作。国际生的比例，是全国最高的。我觉得师大不太可能有产创学院，但是我们也做到了。国际性奖比是国立大学第一，正做连接世界的国际性大学。吴正基望宋耀庭带领学生进入新世代。宋耀庭指出，以电机育生新时代做核心环境，回应少子化甲 AI 笼罩的高教挑战。高龄化和少子化迫使我们要思考，教育的对象和形式到底应该如何因应。宋耀庭为助教高教授、研发长、副校长、高教校长，也是负责各种技术会考的审查中心主任。在教育界人缘真好，包括前科技院长黄永春、前流会院长王金平、前内政部长吴坤辉、前教育部长吴正基、潘文忠甲中建院院士陈志龙，超过300人到场。一些自己本身有的这个危机需要面对，还也有一些校务跟国际化的问题要处理。刚刚王院长还交代了一些要募款的事情。典礼专程，有人提起去年升等学校女子骹球跳会相关，也毋过有校友私下表示，学校有提补偿甲改革措施，慢慢捡回外界信心。学生会是望宋校长以学生的专精发展、适应为念，推动校务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医疗科技公司泰普科技，因的工会早起去新北市府တင်情，指控这公司是开除国内工会员工，而且佫打压工会运作。不过泰普公司是否认讲，这甲因开除是因个别的行为，毋是因为工会身份。本日开工日，日头正大，医疗科技公司泰普工会的成员
伫新北市政府门头前邮报条画口号，因搁在出面指控公司想要消灭工会，解雇包括理事长在内顶几位干部，是要打压工会。公司讲怎么拢未甲移工协商，相关违法的状况拢无改善。泰博到现在为止都不愿意跟移工协商，然后所有违法状况继续持续，甚至打压工会，把干部都开除掉了，还用一批他们可以操纵的劳工进去。Hindi po kami titigil sa pagkamit ng aming hustisya, yun lamang po. 工会因行动局要求新北市政府出面承诺冻结泰博移工的名额，避免争议扩大。市府的劳工局代表出来接见证书，也讲即马若是泰博公司搁再申请解雇移工，依法就要申请无违反法定的证明书。伫相关案件也未查清楚进前，劳工局未核准。泰博公司在不当劳动行为的裁决期间，解雇所有工会干部的这样的行为啊，已经有高度违法的问题了。好，那未来如果查证属实，将一定依法严处。泰博公司发文理声明，强调这边解雇所针对的是具体行为，并不是工会身份，也否认失业有薪的劳工，抑个属于爱收钱这款相关的指控。对即嘛，劳资双方讲法无同，相关的证据抑个等待主管机关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台语活动办甲闹热滚滚，不过所有学者指出，虽然表面看起来真闹热。不过，台语人口甲公共比例并无明显增加。台语团体是认为讲，抑阁欠福建的意识，甲语言的转型正义。台文体制化20周年专题，咱对无共层面做伙来关心台语福建的路爱安怎行。囡仔过来学拼音，这是即马定看到的台语教学。其实民间有真侪书写系统，有历史真久长的白话字，有台湾语文学会定的图鲁巴，嘛有用注音的等等。教育部在2006年整合以后，公布台语拼音方案，为台语福建拍地基，陆续用伫咧教学、输入法等等。这几年政府嘛对台语家庭12年国教必修，也阁有侪台语活动去拍拼。国家语言生活节，召回广播剧。自2019年公视台语台成立以后，嘛透过各种节目，互观众了解台文和台语文化。顶真汉字写作顶真，罗马字写作德应顶，字音真。虽然台湾进入体制今年满20年，不过台语团体指出，多数人也是真青分，嘛欠缺台语福建的意识。因认为这甲政府无检讨用过的国语政策有关，低数语言地位扣不起来，台语能力嘛大大浅薄化。咱语言的转型正义并无去处理，所以有侪人唔知影台语过去受到这个2届国语政策，尤其是第2届国语政策的这个残害了、迫害了后，的迄个。当初的迄个状况，其实做侪人即嘛是无知觉，是无了解。今年度文化部预算有编大约13.3亿，打算对鼓励台语出版、表演艺术等等来做。有学者指出，政府投入资源，台语发展虽然进入高原期，却无明显增加台语人口和公共比例。学者讲，这嘛显示多数人有关对袂到政策的脚步，条件会找落去。台语会当用这几年的这个有政府补助的时啊吼，把这个产业链做出来，就是让社会产生有够数量的需求。安尼，这个台语的产业，就准政府无补助，伊嘛家己会一直胖起，一直胖起。兵团甲学者拢指出，文化部规划的5年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敢若到今年尔，嘛也无提出长期的规划，要安怎互台语发展有好的循环？因认为政府应当尽足去考。记者刘尚如、郑准由区教育综合报道。教育部2006年公布台语拼音，这套拼音方案，马来西亚冇人摕去用。马来西亚1980年代冇讲华语运动，所以讲即卖会晓讲福建的话，少年人也愈来愈少。马来西亚都有一定有意识的少年家，设一个必能福建话协会，望甲母语找倒转来。OK， 说好加。爱加，爱咩啊？不加工冇，加工冇。加工话，爱落济啊。多来。伫边城的菜市啊，用练等的福建话甲闽南讲话。这当讲是边城的华人一定要有的生活技能。在小学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华小啊，就是他会规定说严禁说方言，
所以变成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很习惯用中文，那反而方言就越来越少。李宪雄伫中陵独立中学教册，前10年前就豆豆解读讲福建话，也佮有广东话禁令。落去一样的 7-11哦，真大间是不是？啊，真大间，加这物件，加这物件。老师教课除了必须跟大家解释的，一定要用大家共同能理解的语文。但是在个人聊天，你们可以去使用。看到福建话渐渐落册，2014年，一群台马的青年成立槟榔福建话协会，因去拜访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东南亚的国家，甲民众开讲的画面录起来，再个用文字来记录。咱主要就是爱甲当今这个福建话录起来咯，然后录起来了，咱就拍做文字咯。主要咧，咱是用大陆咯，台湾的这个罗马字啦，会支持无相所在。你走緊咩？嗰是滑板車走緊咩？那就是滑板車。那每一个事情，每一个人都在做的话，它就不会那么快随着时间的消失。这个福建话就是需要去推广好啲少年的人去认白伊正的白话话，正的母语。深深感受到福建话的重要性，有一群人透过记录语音、保存文字，要甲家己的母语找回来，要互福建话继续讲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开工开学，各地拢是好天。不过气象署表示，拜三有东北季风来，天气会变较冷。另外，28连假还有一阵风面，温度会搁降，中部以北、东半部会落雨。拜一早起，车路车流变大，各业开工，学生开学，嘛是一个温暖的好天。但是气象署讲，拜三因为有东北季风落南，所以天气变化会较明显，到时温度会下降，车方面会落雨。周三这一天呢，会有一道锋面通过，或者是比较弱的东北季风南下。那整体上来说，水汽还不会太多，比较偏向是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跟东半部地区到恒春半岛这一带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的情形。周四这一天呢，水汽上面还是有比较多一些哦，在桃园以北地区，还有东半侧这一带，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现象。气象署表示，拜三的东北季风是较弱的，所以影响一天尔。拜四温度就会搁回温，到28连假，新的风面经过，温度会降低，中部以北含东半部地区拢会有雨，落雨的范围会较宽。228连假这段时间，在前2天的27、28号这2天呢，会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在迎风面向北部地区，其气温又会有下降的情形。白天的高温大概在22度左右，低温的话大概就是在17度左右。那至于其他地区，其实白天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主要就是有降雨的一个关系，雨量也比较多，所以白天的高温在228连假也是会有下降的一个情况。气象署提醒，虽然这2天拢是好天，但是早暗的温差也是真大，要注意温度变化。另外，拜二西半部地区要注意大雾的状况，塞车的细里注意安全。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变化，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1度到29度，中部地区22度到29度，南部地区24度到30度，东部地区22度到26度。外岛地区15度到25度。最后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